生命的消失，不过文字的水会当继续流传落去。已经过身的作家陈飞是台湾早期正罕见的女性专栏作家，伊唔那写家己，也关心国家社会，文字阁正笑亏。中正大学台文所特别伫297册17档的家己女中办展览，介绍伊的册，要互大家来认捌这个台湾女性文学当中真有代表性作家。 他一生的写作风格就是为弱势人士团体、为基层的、为女性。紹介家己母親的人生甲作品，已經過身去的女性作家陳飛，透過中正大學台文創研所甲家己女中的合作，為11月30開始到12月22日舉辦伊的文學展覽。文學所的責任就是愛去找那個還未現身的作家，互因現身提供咱的地方文化工作者會當用來做所有的轉譯啊台文創研所講，陳飛的女性意識透過笑詼的方式來寫出來。 呈現迄當陣無共風格的女性文學，而且閣捌佇家己女中教過17年的冊，所以才會甲家己女中合作，用作品影像的資料舉辦展覽。咱女性是老師，還是家庭主婦，攏無人為這女性來寫女性的生活，還是講因在社會的奮鬥的過程。 所以，我媽媽就開始寫這個方塊文章。過去的作家寫作的嚴謹度是今天呢比較欠缺的，尤其是年輕人應該要去學習的。所以今天做這個展覽的話，能夠讓學生呢進來多看一看，看看單飛老師他怎麼去寫作的。我想這給我們學生帶來很大的幫助。除了展覽以外，單飛查某囝佫提供獎學金，鼓勵學生寫文章。 家己女中表示，希望透過展覽，讓單飛老師伊佇女性文學的獨立精神，會當佇這個伊捌教過冊的所在繼續傳承落去。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